4次戰爭、3次流放，2個民族，1個祖先。好多人話呢個國家係一個神話，以色列幾乎係靠夢想、盼望同血淚從沙漠中建立起嚟。佢嘅國土只係廣東省嘅1/3，而且2/3嘅土地係曠野。佢嘅人口只有700幾萬，但係國防力量就有如超級大國。因着先進嘅科技發展，佢嘅軍工業出口排名世界第4。猶太人喺歷史裏邊多次遭逢浩劫，但係又絕處逢生。從來冇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喺亡國將近2000年後能夠再次復國。4000幾年前，上帝話俾以色列嘅先祖亞伯拉罕，呢一度係流奶與蜜之地。2000幾年前，耶穌喺呢度誕生。終其一生，只係喺巴勒斯坦一帶不出400里嘅範圍內活動。佢英年早逝，但係佢所帶嚟嘅影響係讓世人得住充滿盼望同喜樂嘅人生。2000年悠悠歲月，但係耶穌始終仍然受到人嘅尊敬同愛戴。呢一輯嘅以諾遊中，林以諾博士、羅志強牧師、關心妍、黃志賢、余美同你一齊尋訪以色列嘅大城小鎮，重踏耶穌昔日嘅足跡，認識呢個國家嘅新面貌，讓你重新了解以色列，重新認識耶穌，經歷一次不一樣嘅旅程。各位喺死海游水係要好小心，好似後邊嗰3位嘅泳客，佢不知不覺就好容易喺以色列浮咗過去約旦㗎啦。